2022年亚太社会创新高峰会今年5月将伫台南登场。今年以疫情过后的新生活，强调循环经济、净零碳排等为焦点，希望透过政府甲民间合作讨论，找出更较侪创新的方案，成为具体政策。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嘛强调，以过去催安新名制定应变能力的成功经验，希望对台南出发解决世界问题。2年前的今天，我们口罩实名制调整成配送到卫生所，那之后又推出了2.0、3.0等等的做法。这个当然是公卫体系非常的创新，但是同等重要的就是由台南出发的吴展伟、江明宗等等的公民科技家，透过社会创新的方式，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做才能够让口罩在台湾的不分城乡、不分南北，每个人都能够买得到，每个人都能够戴得上。那同样的，这群人也在去年包含实联制，当然台南做得非常好的这个实联制上面也贡献了非常大的这个心力，所以我们想说，同样的这一套做法，如果能够建立起防疫新生活的习惯的话，那当然接下来在净零碳排这个题目上，净零的新生活也应该从台南出发，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主办单位台南新艺协会拄啊登庆，今年以重建亚洲为主题，嘛透过碳排放的计算，向社会解说民众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努力，达到零排放的目标。我们要打造一场净零碳排的峰会，所以从刚刚我们做这个碳计算开始，我们所有的从业过程当中都去计算碳排放，然后我们去做碳的抵换。这个抵换最后会经过第三方的国际机构去做认证，说这个活动本身是净零碳排的，这是我们很努力的一件事情。疫情期间，台南伫数位化治理的创新想法，嘛累积真侪实践经验，希望甲所有参与的单位合作，伫社会创新顶面有更进一步的呈现。我们很期待借着这样的一个互相的激荡，借着这样的互相的讨论，能够找出许许多多的解决方案。尤其今年是重建亚洲，健康的健，我们希望说在疫情肆虐之后呢，对于全球甚至亚洲甚至全球的整个社会风貌会产生很大的改变。我们也期待透过这个社创高峰会，能够思考全面性的思考，在社会层面、在经济层面、在许许多多的层面上，在卫生环境的层面上，能够了解说未来亚洲甚至全世界何去何从，或者说它产生的基本的变迁。我们希望说借着这个高峰会有更多的脑力更多脑力激荡能够在这边发生。社会创新高峰会到时除了有严肃的讨论，嘛推出豆豆来市集、营销小旅行，以及甲易卡通合作的台南富贵卡作为立场票证。加上3月要公布世界级经济学家演讲，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把机会来购票。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